人間出靈丹，人間出靈丹。客家諺語講啊，5月唔識算，鬼猜順頭轉。算呢到底有乜嘅好呢？聽講識算呢，做得預防不穩呢。也個故事來自八仙地都嘅李洞賓。傳說當中，唐朝時代有一年滿天下是不穩的哦，死得當多人。天堂嘅李洞賓啊，看到心肝啊當艱苦啊，就下凡來到人間，想愛普度眾生。佢啊行到半路，看到一山人大聲唱山歌。大閘鼓，大閘鼓誒，咚咚咚咚咚，行到西來，行到東，身邊帶有出靈丹，一年四季無偏痛。吼！一下啉醉就失望失河巴水。李洞賓看到這樣誒，就啊當緊張哦來阻擋佢，來講：後生誒，所有河水江水都要吐，做唔得事咯。唔過啊，也個後生人不管樣板牽巴。這三人總係像無糖豆樣誒，李洞賓受佢肚臍痛，就停定後背哦，見看無去救以後啊，佢啲富態嘅地肚拿出一粒東西，塞到嘴肚，一陣粗味衝過來。原來係蒜頭人啊！哈哈哈哈！李洞賓啊，看到戳下鏡，一下張面皮，就講啊：人間只有出靈丹，何必神仙來下凡？也件事，家家戶戶都傳透透了，大家上菜食蒜頭，冇結久啊！不穩的情況果然消失掉了。李洞賓當天一個時節，佢就駕起祥雲，比轉天庭去了啦！哈哈哈哈！蒜頭西蒙西，看頭嘛是尖奶奶哦，還真好用嘞！唔信你係略略的冷度。你就咬一口蒜頭仁，敲綿綿，含定一下，使鼻水落去，眼皮感冒就好咧。大家講句啊，係唔係出靈丹呢？以上人間出靈丹就講到這裡，非常嘅感謝大家。